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復活醬遊記》。上集提到我哋離開咗鹽湖城，揸車去西部小鎮 Jackson 需要5個鐘車程。實際上當然唔止添啦，因為沿途風景實在太靚，成日忍唔住落車睇風景。呢樣亦係我哋好享受自駕遊嘅其中一個原因。距離 Jackson 仲有1個鐘車程嘅時候呢，我哋見到有條河叫做 Snake River， 兩邊傍住啲紅葉好靚，咁就落車探索一下。其實只係路邊無意中遇到嘅地方，都已經係世界級嘅打卡位。嚟到 Jackson 嘅外圍之前，我已經特登 search 定有我哋最愛嘅 Wendy's 快餐店。鑑於我哋都唔係好中意食漢堡包啦，就算之前試過幾間美國出名嘅漢堡包店呢，個感覺都仲未好提得起勁。但唯獨係 Wendy's 係我哋兩個一致心心念念嘅快餐店。尤其是佢嘅薯條，佢係最保留到薯仔最原始嘅感覺，帶啲薯皮新鮮香口，口感勁香脆，加埋嗰個可惡嘅漢堡包，啲牛肉鮮嫩多汁，我而家講起都不禁流口水啊！揸完程長途車搞唔掂，車頭屍橫遍野，污糟到爆。見到又有間 Shell 好有親切感，咁啊入個靚油，順便抹下車。唔知有冇嚟過美國旅行嘅朋友咧，覺得啲單位好奇怪。我又留咗幾日都唔係好慣。我哋又慣講公升，佢哋又講加侖嘅，咁啲溫度啊仲奇怪。咁我哋講開攝氏，佢哋又堅持硬係要用華氏。日日睇天氣報告60幾70度，搞一輪先知幾多度。到達 Jackson 市中心，咁就去 motel check in 先啦。酒店職員話俾張 little map 俾我哋，點知打開一睇，哇，成塊台布咁大喎！呢度保留咗濃厚嘅西部牛仔風情。鎮中央有間由1937年開業至今嘅正宗牛仔酒吧，而小鎮呢亦都有條例嚴格去規管一啲建築嘅。咁所有建築物咧都要用原木啦或者磚頭去建造。最出名嘅地標咧就係小鎮中央廣場嘅鹿角拱門。咁呢度用咗7000塊真嘅麋鹿鹿角去砌成，唔使擔心好殘忍嘅，啲鹿角係佢哋自己甩出嚟噶。甩完之後咧，再由當地嘅童軍每年春季去收集翻嚟。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嚟呢度打下卡、影下相咁咯。想買真鹿角都可以到鎮上嘅手信店購買嘅。淨係呢間鋪頭，我哋都睇咗勁耐，每一件呢都好似藝術品咁。雖然睇到我眼花繚亂，但係都會忍唔住逐件去細心咀嚼。唔信你哋自己睇下。早啊！今日我哋朝早5點半就出發，所以我扮翻當時天蒙光個通同大家講下嘢。我哋啱啱離開咗 Jackson， 揸緊車去大提頓國家公園 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。本身仲諗住呢個名好優雅，之後發現原來好鬼馬。因緣係18世紀，有啲法國毛皮獵人嚟到呢度。見到前面呢3座又大又尖嘅山峰，第一下就話 Mon Dieu point c'est les 3 tétons là-bas， 即係哇嗰邊有3個波，原來 Teton 係法文女性胸部嘅意思。咁最高嗰座就係 Grand Teton， 即係大波。傳下傳下，1929年美國政府就直情用埋呢個名。之後90年代其實都曾經想改翻個得體啲嘅名嘅，最後因為經濟因素啊，同埋民眾嘅反對，都係 keep 翻呢個名。
嚟到入口咧有個驚喜喎，職員同我哋講9月27號即係今日係美國國家公共土地日，今日竟然係免費入場，$35入場費都慳翻，竟然有啲咁筍嘅嘢。大提頓國家公園最靚就係湖泊山景，周圍都係明信片級嘅影相位。早出門嘅原因就係為咗先到 Schwabacher Landing 睇日出，個個晨咁早就嚟排晒隊，一齊見證住緩緩升起嘅晨光，將整片山脈逐漸染上金碧輝煌。第二個打卡位 Oxbow Bend 喺宏偉廣闊嘅提頓山脈面前，有我哋之前經過嘅 Snake River 分支。轉咗入嚟呢個 U 型大灣嘅河畔，前景有漂流木同草地，感覺如詩如畫。當落車嗰下，我見到眼前嘅景色，即刻忍唔住叫自己放慢呼吸，因為我好想好好記錄呢一切，唔想錯過每一毫米。湖面水流平靜，感覺明鏡止水，再配襯埋優雅嘅提頓山脈，因此吸引咗好多攝影愛好者特登前嚟記錄一年四季。影下個影。參觀完網上介紹嗰啲必到打卡位，我哋自己喺 Google Map 嗰度 search 啲小眾景點嚟行下。我哋就好享受揾呢啲隱藏路線嘅，一來就可以遠離遊客啦，靜靜地睇下風景，又可以自由奔放咁樣拍片；二來其實好有尋寶嘅感覺，景色未必每次都好震撼，但係就總係有啲開盲盒嘅感覺。咁啊，俾大家睇下啲片段。美國啲郊野公園咧，經常性都冇餐廳，頂盡可能喺啲 souvenir shop 度買下啲乾糧或者啲雪櫃三文治。我頂唔住啊！成日食嗰啲凍冰冰三文治，直情自己帶埋露營機啊！即場煮個熱辣辣嘅辛辣麵先，幾正，冇可能係揀三文治啊！再加埋我哋$8琴日買翻嚟嘅火雞肉，擺埋落去，正。剛剛喺小眾景點探索之後，下晝我哋嚟到超人氣嘅景點 Jenny Lake。Jenny Lake 係大提頓國家公園最受歡迎嘅地方，等同於公園嘅心臟同靈魂。除咗風景絕美，亦都有好多活動，例如有獨木舟、攀岩嘅 day tour、行山徑、單車徑，甚至可以露營、釣魚。可惜我哋今次時間有限，淨係買咗觀光船嘅來回船飛睇風景。如果可以再一次安排，我哋都會想多啲時間留喺大提頓國家公園，好好欣賞一下 Jenny Lake 周圍嘅風景。大家可以同我哋一齊去欣賞下。
哇，非常之充實嘅一日，離開咗大提頓國家公園，嚟到今晚嘅住宿，一間小木屋。我自己又好中意呢間屋㗎，由頭到尾都係木砌出嚟嘅，感覺好溫馨。如果有埋個柴火嘅暖爐啊，仲正。同大家行個圈，做個 room tour。多謝大家睇到呢度，今集嚟到呢度就差唔多啦。下集我哋就會去黃石公園噶啦，大家訂閱下，分享下，留下言 like 下，咁就下集見，拜拜。